谢谢大家。本节目由金汉堂万宁软膏没有赞助播出。大家午安，午安，午安！你们等我一下。坏掉了啦，坏的彻底啦，谁害的啦？你们自己说看看谁害的？好好的520，对，我们秉持着文化推广的这个初衷，我们不忘520，寄出台语语音包，让我们的台语以及文化传承能继续推广下去之外，本频道迎来了非常非常众多优质的熟男们，知道我在语音包里面的内容碰趴你整菜崩能的时阵碰趴，于是寄出了我们阿嬷家冰箱一定会有的这罐白白的冰冰的金汉堂万宁软膏，马上迅速帮朱蒂卡涂抹上去，清凉5号个小件真正有够有 CP 值，真正爱推荐给各位这个金汉堂万宁软膏。坏掉了，贵州海料料啊！啊，我的天啊，都你们害的啦，都你们害的啦！好，不管怎样呢，感谢我们的 Sony 团队在兜圈平台上架了猪猪的520台语语音包。你们在聊天室讨论什么啦？来，我今天可能节奏比较缓慢，因为稍微感觉应该又是另外一波病毒，我也不知道。对不晓得因为屯妈的喉咙一直也都还没好，也不晓得又有什么样的病毒来袭吼。哎，你们等我一下哦，我先把 VGN 开起来。我其实今天身体状况可能不是那么 OK， 可是我还是很想大家呢。等我一下哦。我觉得这个状况，我考虑先去看中医了吧。我觉得可能一直吃西药，我真的很受不了，不太喜欢。来，你们害得不要，你们敢说我的520变成这副德性，不是你们害的吗？你爸爸看一下我的520变成什么样的一般田地了。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じゃなくてこんにちは。大家午安哦。今天猪猪还是会稍微唱一些歌啦。对对对，还是很想大家很想唱歌。我们昨天度过了这么激烈的520啊，谁比本频道还要再激烈呢？这么激烈这么本土的520，舍你其谁？各位面线们，你们要负责，太激烈了，你们要负责啊。激烈到我今天肚子疼了。什么东西？卡哇伊拉塞，然后喵喵总裁伊拉塞。本节目由金汉堂万宁软膏没有赞助播出，没有错，没有错，你有吗？然后薄荷，晨晨总裁吃瓜，晨晨总裁，你看他们，你怎么可以吃瓜？晨晨总裁，你看透他们了吗？他们真的很坏，对不对？超坏的。然后今天伊拉塞 BGM 帮我听一下，会不会太大太小声哦？然后今天会是比较慵懒的猪猪陪你们度过一个下午。然后雷飞双以拉下37SE以来赛，然后蛮熊大地昨天也玩得很开心，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都玩得很开心。那个谁，等一下我把面部抓出来一点，这样他才抓得到我的脸脸。等一下哦，漂亮的脸脸要让你们抓住。然后看一下下，接下来有泽野先生有看到你。骚雪说今天拉肚子可能是要让业配张国周肠胃散了你不要破梗，不是张国周啦，是那个讲出来了。
是那个瓦卡莫多，机构有没有业配哦？没有赞助播出哦。水灵宝贝伊拉塞，爷爷伊拉塞哦，大姐你也坏掉，而且你知道吗？大姐应该是本频道使用那个300块美金购买语音包的第一人吧？对，因为大姐今天很紧张的截图给，就是说猪不好意思打扰了，她说她那个语音包不晓得为什么显示那个300块是美金。我就说哇靠，大佬哇，这本频道就只有你用美金购买300块美金购买我们的语音包，哇靠，我这是厂商赚烂就可能不知道是系统怎么样，他就判定大姐那个300块是美金，哇靠，这到底是赚烂还亏烂，我也不知道。诺，救命！诺，他们在欺负姐姐，诺过来抱抱。等一下，林林学长怎么了？林林学长有什么指教？林林学长，你没有来错地方。林林学长，这里是朱迪卡的频道吗？你知道520他们昨天对我做了什么吗？林林学长，经理啊，你好好评理啊，经理啊，你都给我欺负啊！林林学长他们都欺负我啦！你昨天去补档，我的语音包变成什么样子？你变成金汉堂翰林软膏的一个形状了，你们知道吗？光合作用伊拉塞。飞雪，我们能帮忙确认电脑是有这项功能吗？什么东西呢？消防车，等一下，什么？你要骂我被 ban 掉？师傅说这女人坏掉了，不是坏掉，是正常发挥，是你们逼我的。亲爱的各位，很甜啊，他娃娃甜爆了，可能有人坏了去看医生。泡泡不咪桑乔生，然后去找三哥。对了，三哥，你给我出来考三哥！不行，三哥走不动了，对，他的腿又原地断掉了，好不容易增生了，原来又原地断掉了哈。这位是 Cocoa， 哇 Cocoa 看起来很好喝，但是昨天他找人咨询设定时增加了这项精灵。什么？等一下。李丽学长，等一下，你们为什么要道貌岸然的讲干话？等一下，小哥感谢赞助，等我一下，我追一下聊天室。不是薄荷，我让你把三哥揪出来。三哥今天真的哇杀鸡儆猴。然后光合作用是谢谢你，吃下去吗？什么5号加个短虾？什么什么东西？那你？然后对我等一下。对，我追不到聊天室，然后我有看到吉卡讲，谢谢你今天也过来了。等我一下，一个巴掌拍不响，那换成那个北斗刚涨坡那种，你硬上。等一下，B 圈跟那种比起来可以大一点点哦。B 圈可以大声一些吗？好的，等我一下。5天可以拉肚子，不是，不要随便拉肚子，我是属于拉肚子就会很虚弱的那型的。哇卡莫多だよ，哇卡莫多。哇卡妈妈是什么啦？哇卡妈妈哪的说，然后对300块美金啊，我们唯一用一个300块美金购买语音包的大佬不赚也不亏好期待下个礼拜啊！吉卡讲谢谢你啦，谢谢哦，我真的超级感谢最近 V 朋们，就是因为猪其实这次的3D 募资也真的哇，我们团队真的做到肝都没有了吧，所以我就觉得说，这2个礼拜时间差不多了，快点陆续发一些。邀请跟通知，给 B 朋知道说我们在进行这项大计划。那至于大家有没有空来，真的没有关系，就是有空再过来一起玩，没空的话真的也不要紧。对但是也收到了很多很热情的反馈，说愿意自主降落，愿意过来一起玩，甚至还有B 朋询问说要不要一起连线助阵之类的，真的很感谢。但是我跟大家讲说，不好意思，就是可能因为我难得会在晚上开台的时间，所以。更加是没有时间去设置一些可能联动的一些节目，不然真的很想再跟大家可能在3D 募资疯一下，可是就是很爱大家，但是就是没有那个很担心把大家邀请过来，但是我却没有时间好好设置。对，所以我们这次其实就是单纯就是 for 3D 募资的这个计划，但是没有就是一些可能联动或者是互动的一些节目在这样，对，但是还是很感谢大家很热情的反馈，说没有节目也没关系，我们会降落过去，或者说我们会过去玩之类的，真的谢谢你们，吉卡酱，谢谢你，谢谢。草莓披萨说爱的要高，双伊拉塞太可怕，你去弄好了，我就大姐吓死，快点打去客服问。您不知道就非常，我机密不是李迪学长，他们昨天很坏，他们欺负我，他们那个，我的520全没了啦，我的520，老孙后自己拿下，笑哥感谢您30块的赞助，丝滑顺畅的，
我初配性卖药，我昨天还真的他妈开始卖药，我真的是这么不忘初衷的 VTuber， 请问你们要去哪里找？请问不要请，要放一下放一下裤腰带。好，没事的大姐，毕竟是我们首次用300块美金购买我们语音包的大佬，对，真的非常感谢。新电脑之后不会用还是一样包？哪有？我现在不是用的很好吗？我现在用的很丝滑柔顺啊！米娅有帮我把那个RGB 的那个开关接起来了，它很漂亮啊！我至少会开关了呢。对啊，聊继续好 ，OK， 泽野先生，ゴト頑張ってください。这不是奖励的吗？伊娜塞，你说的是早上吗？早上吗？早上猪猪怎么了吗？早上我做了什么？玲玲学长？我瞬间失去记忆。老孙猴子说没有欺负，对，老孙猴子，对你真的没有欺负我，对，但是你不能淌这波浑水，你不能被他们同化，知道吗？新电脑威力增强，丝滑很多吗？真的吗？丝滑了很多啊！我这么丝滑是吗？谢谢，真要感谢我们家很坏的面线，偷偷集资的，谢谢。12个月的猪仔专员，即使星河道神，宇宙崩塌，我的目光也只会追随你一个人，成为你永恒的卫星。张立等，你这是复制贴上哦。昨天早上猪猪在没有你知道那是我另外一个人格啦，那是我另外一个人格啦。我就只是那个声音的设定不知道怎么了，就是只能询问我们就是声音达人草草啊，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啦。而且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偷偷在那个草草的聊天室臭我都知道哦。感谢抓不到。哇，我还有1-2位抓不到，我这2天因为我们在最后 final 那个 3D 募资的一些图片，还有一些就是可以再更加精益求精的东西，对，所以我一直挂在心上，到底还有哪2位我没有抓到的，我一定会把你们抓出来。你们超坏的薄荷，你们要不要看看昨天的520是什么样子？然后你自己想的，我还购买完成吗？在吗？等一下，NONO， NONO 不是，对啊 ，NONO 确定是吃芋头不是吗？对啊，NONO 已经确定吃芋头了，对，不用担心 ，NONO 啊。别怪姐姐，只能说我们家的面线大佬很疼爱你哦。诺诺，你在吗？小诺诺啊，月底准备吃芋头咯，亲爱的。是九九你今天生日吗？我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九九。你今天生日是不是应该索取那个谁的吻啊？那个谁的那个汁啊？那个我怎么在讲一些怪怪的东西？呀，乘以拉塞抓不到的东西多了，不对，好坏！你看他们就是这么坏，超坏，坏死了！我在说气死我了！你们全部都是金汉糖万宁软膏，你们全部都白白的，你们全部都软软的，你们硬不起来。这首阿英师你应该要出来啊！阿英师，你怎么没有出来？阿英师呢？阿英师你默认了。阿英师你怎么没有出来？你应该要出来啊！你听到关键字了。NONO 要吃几月哦？NONO 的部分呢？目前我这边的记录是1个月呢。玲玲学长的破坏1个月呢，然后目前我这边好，那个2个月了。哇，喵喵总裁，请问一下是妮总裁下手了吗？妮总裁，我靠！我刚刚看信箱，我想说想说没有啊，NONO 不就1个月吗？而且玲学长已经确定付款啦。好，原来就是不止我们玲学长的爱戴，就连我们高跟鞋总裁，哇，欲罢不能呢。是妮总裁下手的吗？还是喵喵？应该是妮总裁对不对？好 ，NONO，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你的第2个月的芋头啊，NONO啊，姐姐真的很爱你哦。
我爱你爱到不得不抓你一起吃芋头，我们确定要吃到6月底咯，亲爱的。诺诺啊，你有在听姐姐讲话吗？诺诺现在完全不想面对刚刚看到 DC 真的真的吗？我跟你讲，你跟不上的东西还很多，不差这一次，因为我每次也都跟不上他们，完全跟不上，尤其是他们在开车的时候。哎呀，求求飞雪宝贝，今天生日是不是要来点那个谁的痣啊？有被伤害到吗？强力德是这样子吗？我觉得最不会伤害你们了，通常都是你们在伤害我，不是吗？今晚是对，今晚的费雪是你的。等一下，彩彩，你卖安那姑笑逼宝贝，你刚有听到？你们2个半斤8两，你们不结成友军就算了，你居然还敢笑诺诺啊！你真假哦，你真正都特皮疼，皮咧紧啊！今天彩彩你真假哦，要死哪里？可以大盛红，不用你帮忙了，我也可以帮他吃啊，是不是？那你只好下个月再帮忙增加。没事的，玲玲小小，OK 的，对，就是谢谢你们的爱戴，好不好？我相信我们诺诺现在应该喜极而泣，开心到就是不敢面对，然后连我们的视窗都不敢打开，好不好？我私讯他看他敢不敢回我，看他会不会就是这2个月都不想回我这样子。即使他不回我也没有关系，我们 LF 家姐妹的私群已经有彼此的收获，各自都在我手上。诺诺啊，有了口碑，诺诺，你吃啊。诺诺，你怎么不出来？这位是Just 伊拉塞，午安，こんにちは，午安，你来绝对多吃啊，很棒，这就是我要的难上加难。才生吃到3色豆加芋头，芋头我可以帮忙解决，但3色豆其实我自己也本身比较没办法呢。不要破坏诺诺，自然会帮诺诺嘛。诺诺是我最棒的妹妹，要帮也是我帮她，不是吗？帮我统计那只彩彩吗？彩彩确定是吃到8月份，而且8月份还要迎来她的芋泥超级芋泥蛋糕。为什么是超级呢？因为是结合我们纵总裁12个月份的心意，有些人2个月，有些人1个月，有些人直接半个月，有些人直接半年，集结了本频道各位大佬的心意，超级芋泥蛋糕我一定会好好的制作，请包在小女子身上，好不好？所以彩彩确定是吃到8月份，而且还附加芋泥蛋糕。喜び彩彩，しばちゃんおいで。喜ぶでしょ，しばちゃん。等一下，我最下聊天室，这不是三哥，你看啊，三哥，昨天的520开心吗？你怎么会特别跑到本频道呢？你的腿不是刚刚又被我打断了吗？三哥，你的腿不是刚刚又被我打断了吗？我谢谢你哦，本频道由金汉堂万宁暖糕没有赞助播出，我谢谢你哦，三哥，白白的冰冰的齁，我跟你睡多香齁。我最少聊天是自古文人自相欺，不吃芋头者异头吗？应该说这个适合套用在各位的食物宗教站上面呢。你是不是也要那个帮忙增加？大佬在揪大佬，好凶狠，就会再要求。我只能说，这我不好说。但是呢，毕竟我们是姐妹嘛，搞不好我会放水啊，对不对？No， 你快出来 ！No， 有新的迫害对象，你当然开心嘛。你以为你能退位吗？彩彩，你永远是他们的团宠正宫，好不好？你永远是团宠正宫，别想走。就是 No 爸爸的啊，なるほど，你要帮他吗？好，那麻烦再帮他加几个月，谢谢。很快，彩彩要到12月底，就这样呢。在耶伊拉塞，这里没有任何的猪猪的酱啊。可是我们今天不晓得为什么又出现了金汉堂万宁暖糕。想知道为什么的话，可能麻烦去补档一下明天，不是明天，对不起，昨天520。我们的就是
非常激烈的现场，不知道怎么了，明明一个好好的520啊，如此激烈，你们一定要看看他们怎么对我的，太激烈了，激烈到今天早上肚子痛，你们知道，好激烈，这太激烈了啊！只是觉得那个蛋糕会被当传家宝，不准给我囤，所以在半年就可以接尾牙了吗？的确，这才8月23生日吃蛋糕，再加6、8、9、10、11、12，哇，不止半年呢，这才不止半年，你就要等一下，不止半年呢，我的天哪，吃不完了。尾牙转盘是从2人破还变3人破，对啊，我怎么觉得今年度的尾牙应该会有新的团宠出现，诺字辈的。你很好，你爬来的是吗？哇，三哥，感谢你的专情，即使第2次被打断腿，依旧是非常专情的准时出席本频道。谢谢你的金汉堂万年软膏没有赞助播出，我谢谢你啊，我跟你说一多谢啊，三哥啊，我听到第2个了，把您做买给弟啊哈，不好意思，方才被盗的账号，对，金汉堂专职铁蛋。长官，你也有份，你会吃瓜，气死我了。后来发现万年软膏其实没有。等一下，那为什么没有可以说擦烫伤药？为什么在我们那个时候阿祖阿嬷的那个年代，大家马上都拿出来冰冰的，就什么都擦？到底怎么回事？帮忙增加几个月的迫害啊！是的，玲玲先生，果然我们都想的一样呢。直白跟你告白，你们介绍我们只能迂回吗？雅晨是这样子吗？我不得不承认，你们直白的告白真的会被我弯掉我就是要把你们掰弯，你们还不懂吗？你们直直的来，我当然是把你们弯回去，弯回去，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你们老公的老公在等你们。对，第3人诺字辈，光是尾牙已经落到8个月，尾牙头奖。等一下，尾牙头奖变成金汉堂万年软膏。等一下，我不晓得我接下来下半年是不是有机会跟这个这么，我只能说这么传统、这么梦幻的厂商合作。可是即使真的合作，我也在想说，毕竟 VTuber 去业配药类的东西，真的也算是还蛮敏感的。顶多我就自己买过来，当成是我们的那个。某一个奖项玩一个梗，你知道吗？我觉得可以耶，就玩一个梗，然后就可能某一个奖项就是金汉堂万年软膏这样。对，但是不排除我们这一次今年度尾牙的头奖，应该也会是猪猪可能飞出去替你们带伴手礼回来。对，像这次我帮玲玲学长特别挑选了护身符以及茶叶，我也就觉得很开心，挑得很开心呢。对对对，然后。也祝福玲玲学长心想事成。那目前真的是给力啊，真的是龙体要好好的照顾啊，真的是龙体啊，人家是龙子。对，然后追一下聊天室，三哥被打断腿有什么关系？等一下，跟关哥哥，重点等一下，关哥哥今天没来啊！关哥哥，长官啊，你的关哥哥在哪？人家在 cue 他了，怎么可以不来呢？真是要打屁屁了。我压传盘，很难中。正常阿妈说身体不是我真的，我吃瓦卡摩多就好吗？我等一下就是如果唱到一半，如果真的身体真的不舒服的话，我可能还是会乖乖的休息啦。这个头奖不错，是不是？结果大家投票下来，那个我们的头奖，我想说金汉堂万年软膏实在是太疯了，太不应该了，还是让猪猪带伴手礼回来好了。我要金万堂，我要万年软膏，我要白白的，就没有人要我从那个日本带回来的那个爬球类，结果金汉堂万年软膏把我压了下去，有可能会发生，我也这么觉得。毕竟本频道的面线们不参不透，迫害卖场下去就能取景，没有错。迫害卖场基本上在本频道就是百发百中啊。我查了它的成分。低阶类固醇外用药皮肤蚊虫湿疹之类的，我怪很有做搞嘛写淡薄啊，但是却没有讲到可以涂烫伤。那到底为什么我们的长辈间就是流传着这个都市传说，烫伤的就快点敷冰冰的金汉堂万年软膏？这样好像访问他们董事长
为什么你们上面明明没有说可以敷烫伤？为什么就是阿嬷阿公那一辈的，就是只要烫伤那些碰趴，就马上拿出你们冰冰凉凉的金汉糖万年暖糕，到底是为虾米？好喜欢迪卡的声音吗？可甜可盐吗？虽然不知道目前剧情到哪里了吗？亲爱的草莓披萨，我也不晓得剧情到哪里了，随波逐流吧。那请问一下，可甜可盐是什么叫做盐？等一下说，什么叫做盐？好酷哦！我顶多就是会被形容说，声音甜甜的、精明干练的，对，精明干练的。但是盐倒是我第一次看到，好酷哦！没有关二哥吗？就长官，我真的很喜欢开关先生那个梗耶！我是觉得是我笑点太低吗？他打那个开云短真的是他妈超好笑，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太好笑了。一贤你来了，一贤，你要不要去补档一下昨天520他们对我做了什么？你要不要去看一下他们到底对我做了什么？花了发，大哥。那这个软膏现在也不便宜嘛？光文说，对啊，一罐居然要1万啊，不是1万，对不起，1200，真的不便宜耶。如果要针对烧烫伤的话，最好还是要有银的成分吗？银的成分，等下可能东西都爱吗？就是无缘而已，别这么说嘛，相逢自是有缘啊，是不是？猪猪亲自从日本买回来的。重点是我伫咧日本，那是真正买有金汉糖万年暖糕，我跟你讲，那一定是台湾代购，日本台湾代购，你知道吗？我花了发，我在台湾买还比较便宜，然后我要飞去日本，然后找那个台湾代购啊，拍死我这边人伫咧台湾，我是台湾人啦，那日本有金汉糖万年暖糕无？有哦，哈，买2000哦，好啦，买啦。为什么我要去日本买金汉糖万年暖糕，还带回来给你们？花了发，然后在可能台湾买的1200，然后我去日本回来，然后要代购价2000，到底是为什么？冰冰的舒服吧？有可能呢，有可能是消灾。等一下，很妙，他官网就写说消防员爱用，但完全消防员爱用，但是没有写说是治烧烫伤，反正就拿来敷了这样子。有美国仙丹的成分，所以里面等一下，确定有美国仙丹吗？治疗烧烫伤还讲了卓夫辛嘛，有，昨天有被介绍到卓夫辛，没错，甜是萌，盐是お姉ちゃん啊，お姉ちゃん，そっか、熊大大兄いらっしゃい、来てくれるそれが嬉しいでござるわ。原来盐是お姉ちゃん，原来是这样子，就说我也是有知名概念的お姉ちゃん的声线啊。我有这个成分在里面啊，就像那个金汉糖万年暖糕，虽然说不晓得为什么没有烫伤的成分，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大家还是会拿来把它作为烫伤药来使用呢？就像你们看起来，觉得我可能没有精明概念，但是我基本上成分已经内含精明概念很久很久了，只是你们不知道，你们要对症下药，知道吗？好不好？我们谢谢金汉糖万年暖糕为我们上了一课。我倍感欣慰，谢谢三哥，谢谢大家。本节目由金汉糖万年暖糕没有赞助播出，谢谢。我觉得我该唱歌了。我觉得我跟你们再聊下去，我跟你讲，我4点还没开始唱呢。我觉得老师他们怪怪的。今年尾牙应该是安全了吗？飞雪，你确定吗？你确定你安全哦？你这么笃定哦？你这么笃定是不是？还记得我们今年度的尾牙，我们第2个转盘怎么转都是彩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第2个转盘怎么转都是彩彩，1/2的机会，50%的几率，为什么全部都是彩彩？我真的想不透我是众议之神的眷顾呢。我精明干练，薄荷。剪草，官网的使用者回馈直接2个烫伤回馈，消灾解厄，越来越万用了。到底这个金汉糖万年暖糕，我真的觉得昨天被丢出来，我真的觉得在本频道真的是很能玩呢，实在是太能玩了。武谦老师，你细汉时阵敢有用过这金汉糖万年暖糕嘞？还是你阿姨、阿姊、伯、阿祖？
我在赢吗？这感觉就是老一辈基本上人手一瓶啊。精明概念，精明概念，知道吗？大姐，精明概念啊！我靠的，我靠的，可怜的呢。这不是我们粉圆吗？伊拉夏粉圆，姐姐问你，我左手边的这罐金汉堂万年暖糕，你一定没看过，对不对？圆圆，你有没有看过金汉堂万年暖糕？因为我记得粉圆基本上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年轻的学子。再聊下去建议就是你们要相信我，我今天真的身体不太舒服啦，虽然说看起来不太像我今天真的很想唱歌，可是不晓得为什么这个金汉堂万年暖糕又歪楼了又有另外一个是飞机跟吐司掉地果酱吵起来是长官你说的是没错没错，真的是这样子。我精明干练，金草干练给我收回去。回避点比较高吗？彩彩是垫背的吗？我们期待一下，我们可能年底或者是明年初，我们的尾牙又会玩出什么样的新高度哈？甜平常笑，主持的声音吗？言随时说出拎搞拎走嘛给底这之类的吗？我很少说历史的考，因为我觉得不好听，但是我讲搞拎走嘛鬼来，你搞来你来搞拎走嘛鬼来之类的，对对对，好，我知道你的意思了。草莓披萨，好像你阿嬷家有去，本源阿嬷家也有，果然，我们的文化传承真的靠阿嬷了，你知道吗？以前用泰国带回来的跌打损伤软膏，听说泰国的跌打损伤软膏好像也蛮厉害的。抱歉，希望没有冒犯吗？不会啊，因为这个也是从我阿嬷家的冰箱拿出来的，冰冰的。凉凉的敷上去很舒服，然后昨天的520明明是甜蜜蜜的配信，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金汉堂万年暖糕，没有赞助播出这不是我们的阿月饼吗？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画面为什么还有它午夜梦回啊，我们520的灵压还在来昨天今天是520啊，今天是520快乐大家，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我的金汉堂，不是我的520直播，谢谢大家。然后今天由金汉堂万年暖糕依旧没有直播，依旧没有赞助播出呢，好不好？你早去告白，不用没关系，今天真是521啦，我们要活到当下，我们活在当下，好不好？各位熟男们，活在当下。这是敷圆圆姐姐告诉你，它是敷什么的？它可以敷尿布疹，它可以敷蚊虫叮咬，它也可以敷皮肤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老一辈阿伯阿姆、金伯阿祖、舅公，他们很喜欢拿来敷烫伤。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都市传说，明明没有烫伤的任何成分，但是老一辈就是喜欢拿出来敷烫伤，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可以时光回收，像月光宝盒一样。大姐 ，OK， 我要斯密纳塞，我精明干练大姐。记得是我金汉堂的成分，对，它是外用的类固醇，算是类固醇的成分比较低。对，所以当你真的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皮肤疹，是真的可以敷的，因为类固醇会治那个皮肤炎，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湿疹。对，那其实大家也不要太害怕类固醇，因为需要的时候还是得用。为什么？它得要先去抑制那个严重的湿疹，等被抑制住了，我们就快点把那个类固醇抽离，然后用一些比较舒缓的一些乳霜去平缓肌肤。对，所以类固醇其实不需要太害怕它，因为有时候还是得需要用，还是得要用这样子。怎么会跟他又讲到这个？我要唱歌，我今天是来唱歌的，我今天是来唱歌的，各位面线给点机会。为什么这个金汉堂万年暖糕一出来，我就什么都没了？给点机会，各位哥们，给点机会。我今天真的是来唱歌的啦，真的啦。你需要大量类固醇，武谦老师你还好吗？为什么需要大量类固醇？工作的时候说什么银的成分才可以降温，类固醇成分是针对伤口跟发炎等等嘛？的确是这样子啊，的确是，所以老一辈会觉得类固醇是美国人，原来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会说是美国仙丹哦。原来有这个说法，我完全懂了。对他们而言，这个就很神奇吧？这有啊，这个仙丹呢，就基本上就是个对比较微量的类固醇含在里面，就是这样子。你说大面积发炎哦。老师，你可能要从根本上
作息有办法去调整吗？还有饮食、运动哦，可能都要加下去比较好，好不好？我们问这个我们的人夫长官，真的也是非常非常有涉略的，是不是？我们的长官，我们长官是擅长做白老鼠实验，想成为他的白老鼠吗？长官，美国仙丹说的，我真的不晓得他叫美国仙丹呢。谢谢你各位熟男们科普猪猪，直播快3小时了，感觉我的天哪，这个金汉堂万里暖糕真的时光旅人我怎么觉得我才直播还没到1个小时，不知不觉已经3小时，是这样子吗？那我就带着金汉堂万里暖糕结束今天的配信吧，大家拜拜。我一首歌都没有唱。被医生说好好深层睡眠吗？这几天过敏的族群还蛮多的啦，我也在想说我也不知道呢。我今天早上其实就也是我知道身体有出一些状况，我就会开始有一些低落，就是毕竟我爱唱歌，我喜欢跟你们唱歌，喜欢跟你们拉迪赛。那一旦就是开始出现一些可能拉肚子或者免疫系统有一些错乱的状况，就可能会变成说想开台，但是也不上不下。对，但是我今天还是想唱歌。我今天不是来卖药的，笑哥，我今天真的不是来卖药的，你们相信我。对，我真的没有要卖药，我真的要唱歌，不是520卖药，但是卖药很正常，我没有卖药。那时候想好像武清老师，你为什么50个小时还没睡啊？怎么回事？该睡了吼。明星花露水是不是也这么同年代？我跟你讲，本频道明星花露水已经淋漓尽致的使用了，使用在本频道的摊位上，好不好？我们米娅带着本频道的明星花露水到处帮猪猪摆摊，只要有猪猪的摊位就一定有明星花露水，这可是一定要的。对，老师该睡了，好不好？50小时很夸张要把这2天的直播寄给金汉的顺便附上发票。可以啊，如果他们愿意就是找这只猪猪就做一些合作的话，对，我很愿意哦，因为这个对于我们现在可能年轻这一辈，有些人是没看过的，然后甚至就是会激起大家对于阿公阿妈家的回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金汉堂万里暖糕，感谢你没有赞助播出。熊大大熊，我精明干练，谢谢。台湾老一辈习惯吃药，年轻一辈开始习惯用营养。是，我倒觉得其实这个算是用药观念渐渐的有在被更新，而且比较正确啦。对，因为的确呢，爸爸妈妈那一代有事就是吃药，对，就是吃药。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尽可能让我们身体强壮，对，所以我今天我觉得我拉肚子了，我觉得我可能感觉又有一点过敏咳，我没有特别再去拿药，我可能就先从营养的这些可能益生菌或者是一些不知道有没有听过那个什么维他命 C， 大家一定有听过啦。籽是一个可以训练然后提升你免疫力一个很棒的东西呢，所以我都会固定去补充一个叫益妙儿的东西。这本节目有益妙儿，没有业配播出，谢谢。我真的好像卖药的，我不能再跟你们聊天了。为什么从金汉堂开始，我居然开始来介绍我在吃的营养食品？我的天哪！我跟你们讲，那个益妙儿真的很棒，你们可以配合那个小时候大正露丸有啊，正露丸基本上爸爸他们家一定是必备。听歌睡觉，你们看完医生。好，先暂时也没工作，是老师要让自己身体休息一下，是不是？好啦，那我真的该唱歌了。我们为了5000老师，我们唱歌吧。小时候回是阿莹啊，剔骨混公散，是不是？好，可以，我们真的该唱歌了，好不好？真录完这句话的长辈们会说草有最完，的确呢，真的完，但味道比较重啦。不行，我再跟你们聊下去，我真的是我们家收藏的那些那个营养食品，我都要全部炸出来了，不行，我们还是唱歌。我们今天不想标题炸期，我今天真的要唱歌啦，真的啦。该唱了。我今天为什么一副看起来就是完全没有身体不舒服的样子？我今天真的有身体不舒服，你们相信我，给点机会，各位面线。明星花露水他以前当安亲班助教是会拿来拖地，我跟你讲，明星花露水真的很棒，拿来拖地也是很棒的，好不好？它那个味道其实我自己蛮喜欢的，
我自己真的有时候会拿来喷厕所，很棒啊。台湾3大元素吗？猪脚、咖喱腿。你看，本频道秉持着文化传承的这个初衷，是不是？爱你 BB 拉塞，我希萨吉布利的是，谢谢你过来。然后以前阿妈的房间还会固定呢，是不是？杀鸡吼刷标，牛妈，你知道的太多了，牛妈。牛妈，其实你是经销商吧？牛妈，你跟我抬跟这么久，其实你这个伏笔埋很久了吧？你就是等我开始卖药，开始卖药之后就开始就是为我介绍什么？昨天还特别帮我去查了金汉堂万年软膏，也是从牛妈开始查的，然后现在开始渗透我什么沙基火刷标优罗安，我知呀，我都知呀啦，林州妈都知的。牛妈，你一定是自己安排好的，你安排了这个局设了3年呢，这个局设了3年对吧？牛妈身体不舒服，他牛妈当初是卖药的。你问我阿嬷，是，对我也可以去问我的阿嬷，但是我们家阿嬷。真的也是高龄了啦，对，所以渐渐的好像也不太记得我们这些晚辈了哦，所以我才坚持说，即使可能过年回去就是会碰到怪怪的人，但是还是尽量回去，对啊，因为明年回去不知道会变得怎么样了，我们都不知道，只能珍惜当下，对啊。好，今天这个下午真的是很慵懒，对，牛妈这个橘色的3年，我们就慵懒的。我今天不晓得有没有办法好好唱歌哦，但是我们试看看吗？试看看好了。然后，如果我真的觉得我这边不行了，我一定会跟你们说，不用担心哦。哦，其实前一阵子来自高雄的主管，不愧杂谈之鬼吗？不是，哎 ，baby， 这个真的不是，我千百个不愿意。谁叫他们昨天在我的520，我明明想要给大家甜蜜蜜一下，甜蜜蜜，为什么甜蜜蜜会出现金汉堂万灵软膏？这家起哦，花了发，为什么？不愧是我家面神，都是我的骄傲。沙基火刷标跟 K 红霞，我要你想。有成瘾性，有啊，有，其实1天1罐其实就真的是成瘾性啊。对，有听说这2个是。等一下为什么你们都这么了解？你们真不愧是本频道的熟男们呢。本频道真的迎来你们，真的都是我的骄傲哎。我就连卖药电台都有跟你们有办法跟你们聊哎。昨天真的是鬼扯哎，昨天真的是好好的520，为什么可以鬼扯成卖药台？我的天啊！啊，这个里程碑，我永远不会忘记2025年的520，你们对我做了什么？碰啪！为什么现在没有？大福老师又来了！大宝老师昨天的520你还开心吗？我相信大宝老师也玩得很开心哦。大宝老师跟着吃瓜哦。我今天真的想唱歌，大宝老师，我跟他们讲说，我今天早上拉肚子了，而且又有点过敏咳，我真的身体不太舒服，我不晓得今天有没有办法我们配信99，可是我尽量就是在可以唱歌的范围，我们就继续唱歌。然后到现在我连一首歌都没有唱呢，我们在干嘛？为什么又有金汉堂万里暖膏没有赞助播出？怎么了？我现在才为各位带来第一首歌，这也是朱迪卡频道既定的 SOP， 为什么呢？遥想我们今天2点才开台，我们的杂谈基本上维持一次1小时，也是很合理的事情。什么1小时太少了？没有啦，我们今天歌会耶，歌会基本上杂谈1小时起跳。明明是杂谈，不，明明是歌会，就一定要杂谈1小时再歌会这样子。哦，这就是猪猪的甜吗？三哥啊，你的腿给我小心一点还不是因为我的又我的锅雅晨又我的锅。好啦，咱520的这碰趴吼，在金冠堂万里暖膏的是来自然后呢资讯栏下方哦，资讯栏下方有昨天520寄出的我们甜甜台语语音包呢，好不好？虽然说是台币300块，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本频道的高阶会员之一的大姐非常尊爵不凡的用300块美金买下了本频道猪猪第一次首发的台语语音包。对，不晓得为什么它的币值就是比别人不一样呢？对，这个就是大佬的币值，对，跟本频道
朱迪卡的壁纸不一样。大姐她有截图给我看，她超紧张的，她说：“猪猪，我这个网页应该没错吧？”我就帮她整理一下，我说：“对啊，是这个网页，但不晓得为什么只有大姐的显示就是美金，不晓得怎么用就是300块美金。”我说：“哦，大姐，他们这个系统侦测到你是尊爵不凡的高阶，你就只能用美金300块，你不能用美金台币，这真是降低了你的层级啊！各位尊爵不凡，所以说你各位尊爵不凡的高阶会员们，你们在购买迪卡的台语语音包的时候，如果后面显示300块美金，代表您是如此的尊爵不凡，好不好？您的币值就是这么的不一样，好不好？绝无仅有，谢谢大家。”我不要再讲干话了，我要开始唱歌，我真的要唱歌了，都你的语音包的锅。我原本想说是甜蜜蜜的东西，为什么大家有办法把碰泡玩成这样子？唉，不如唱歌。你们有听过不如归去吗？我现在的心情就是安内啦，不如唱歌了。来，我们来轻轻唱，不如唱歌。好啦，相信基本上都是台币300块，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姐那边就是显示美金300块，所以她有点紧张。我说不用紧张啊，大姐，你就这么的尊爵不凡，你就只能用我们的美金300块购买，这我没有办法。很坏的哦，您是如此的尊爵不凡。他讲干话。baby 乖乖听歌，三哥，谢谢你的金汉堂万年暖糕，没有赞助播出。偷故事的人啊，你们谁偷了我家金汉堂万年暖糕？给我挑出来！我谢谢你哦，金汉堂万年暖糕哦，来吧。我的 echo 有开吗？等我一下，应该是还没开。等你，好像有开耶，所以我的 echo 一直都是开着的吗？我刚刚一直用卖药的这个频率跟你们讲话吗？我一直在卖药吗？也就是说，我打从初配信，不是初配信，对不起，我打从今天配信开始，我已经跟你们卖药1个礼拜了吗？所以说，我一直在卖药吗？我今天2点开台到现在，我一直有 echo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吗？所以说我一直卖药，卖了1个小时，我都不知道吗 ？My God！ 我的 echo 一直没关哦。我的 echo， 等一下，到底我确认一下。来，这把刚胸喉时间，这个是我把 echo 关掉了齁。来，刚胸喉时间，这把我有 echo 吗？你刚有听到我的 echo？ 有吗？这把的有吗？这把有啊吗？我的 echo 有吗？我卖药卖了3年，对，我打从初配信就开始卖药，卖到昨天520，我不藏了，我就是个卖药仔。好了，不管了，不管有没有 echo， 反正就是都这样子了，不然怎么办？当你走的那天，我不再说故事了。不再编织起承转合言，不用为结局苦恼了。当你走的那天，你不再说故事了，不再安排我的对白，叫我别再着迷了。于是偷走令自己大笑的故事，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的故事，而我总任性的对别人骄傲的说着，口沫
很非生动的像我们一起走过的两个那样幸福的。可以帮我听一下我的声音跟 echo 以及伴奏的 balance 后，有问题随时跟我说，谢谢大家。不卖药了，唱歌了，好吗，各位？天，所有观众随你走了，听着既然无心听着，说着当然也不易了。应该要一一道歉，我不该偷故事的，是你让我的精彩空了，像恋狼人变狂了，于是拼凑了别人伤心的故事，于是粘贴了别人快乐的故事，而我总练习着如何骄傲地说着，同时不再情绪化地为偷窃行为负责，因为爱是贫穷的，为我的无理道歉，我道歉，我道歉，为我的虚荣道歉，我道歉，我道歉，像每个语言说的，贪婪是有代价的，我拥有超过我能承载的，你连结局都不留了，于是偷走令自己大笑的故事，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的故事，而我总任性的对别人骄傲的说着，口沫很非生动的像我们一起走过的两个那样幸福的。我道歉，我道歉，我不该偷故事的。杂谈了将近1个小时，就从偷故事的人开始吧。先来喝水水。好，歌声伴奏可以吗？谢谢他哇！我刚刚看到歌声伴奏，就是不晓得为什么下意识就是什么歌声浪声尽在株式会社。哦，不要逼我把这个开出来了。我们今天这个场景这么的优美，是不是这么的梦幻？我们这个歌声浪声尽在株式会社，我们这个文化置入性行销，是不是？我们这个文化传承的置入性行销，很过分，有没有？哇，好唯美哦！点进去看一下好了，迪卡在唱歌哎。哦，点进来，这不愧是迪卡，快关掉，是不是？我们这个存在于本土，以及这个非常非常唯美的冲突感，希望大家都喜欢。我超爱，简直爱死！偷心的女人唱偷故事，哇靠！牙齿，你真的是很擅长土味情话。我就想加嘛，我就想加，怎样邀啊？不要清嗓，哎，baby 你很懂哦。好啦，今天我们下午真的是很松很暖呢。对，来宾请掌声鼓励我。我跟你讲，不要逼我切换去哪里，我跟你讲，不要逼我切换在这里。
我今天的蛋挞，我那个场景不见了，我的那个场景不见了啊！我的 KTV 全部都付之一炬了。好，算了，回来。这故事告诉我们要抓新的场景了，谢谢。我的老旧电视机好像没有跟着过来，没关系。没事嘛，你们的老旧电视机还在吗？如果还在的话，都丢给我，好不好？因为刚刚那个场景很像是我们那个教授卡拉 OK 的场景，那代表我应该都没有抓过来。对，好，没关系，没关系，到时候再请大家，如果那边有档案的话，再丢给我或丢 DC 都可以齁。好，接下来我们下一首歌。这个午后就是很喜欢唱这首歌，很难唱也想唱呢。坏的好人，红灯黄昏狂奔不顾舆论，这不能让心爱的他受冷。不问缘分名称，怕会扯分。被疼，皮肤割开的灵魂，我的青春不否认。有些寂寞到也不缺他一个吻，才刚停顿，才转身，已从他怀里这里流浪，直到清晨。想爱你生存，把分手当真，拥抱我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感动能幸存就足以当真。生命一生不多单纯，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汉克老师伊拉塞，小黑屋场景，对，变成小黑屋场景。本节目有午后，好，谢谢大家，各种业配。轻声铃声，人生能再小声，心落疼，连问候都太残忍。今生诚哼成真，谁笑我笨？那你们此生没经历沸腾，两人陌生的体温，不过在残破里想凑个完整，想要蛮横比秒针，能快转，但我明白等待是个过程。想爱你心存，把分手当真，拥抱我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感动能幸存就足以当真。生命一生不多单纯，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已不多单纯，我愿意再
等等坏的好人。相爱的心曾把分手当真，拥抱我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感动的心存就足以当真。生命一生不多单纯，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已不多单纯，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哦妈，这首歌真的很难唱。沈月伊拉塞八月先生，科科。每次看到八月先生，都会想到他很爱在 DC 吃瓜，很可爱。八月先生也是在那个我们去年发行《卡加》这首歌的时候，从那个 Street Boys 过来的嘛，对不对？八月先生，感谢你的常驻啊！一转眼快要1年了呢。然后 OAI 先生伊拉塞，然后这位是63嘛，你好，欢迎欢迎。啊，今天是有一些破病的猪猪，但是很想念大家，因为我真的很感谢大家帮猪猪偷偷集资的这台电脑，我就一直很急着想要试一下说不管是声音品质，还有配信的流畅度，然后布拉布拉的尽可能的希望可以多一些开台时间，对，然后就好死不死今天早上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另外一波病毒。就是可能有一些拉肚子嘛，然后喉咙感觉就我不知道该说不上来那种过敏咳的感觉，对但是不管怎样呢，每次一过来配信，总是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支线分布出去，就是说我对于配信就是欲罢不能。其实配信对我而言比较像我的休闲跟休息时间。很神奇吧？但真的是这样子，对啊，所以我才这么的享受配信，真的要享受，因为我晚上跟假日都没有办法配信，好忙哦。要测的话就是开一堆特效啦，是，不会是水灵宝贝压力测试，工程师们最爱的压力测试，真的是当时多亏了 Street Boys， 对啊，把你迎过来，把你接过来，每天在 DC 吃我瓜哈。每天在 DC 吃我瓜，表演我不知道。来 ，OK， 下一首歌。哦，有淡薄大声吼。我的 Mason 的算是非常前期的作品，解脱。不，爱是不夜城，回忆像星辰，流泪越沸腾，我越感觉有点冷，变了心的人，越想越伤人，故作到清晨，阳光替房间开了灯，像落结局一样，又何苦再想？
伤若让人成长，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你有自由走，我有自由好好过。解脱是懂擦干泪，看以后找个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一个梦。像落结局一样，又何苦再想？伤若让人成长，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你有自由走，我有自由好好过。心里有一种渴望勇敢的念头，不要爱我的人在担心我，嘿嘿嘿，是肯承认这是个错，啦啦啦啦，不放手，我有自由好好过。嘿，解脱是懂擦干泪，看以后找个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一个梦。我今天是，对啊，我今天是酒嗓啦，对啊，今天感觉又快感冒了。我今天是难得的酒嗓哎，谢谢大家。我今天下午的歌会，我们来开一个李宗盛大师的歌会，只有在感冒的时候会有烟嗓跟酒嗓出现。越过山丘，李宗盛大师的歌真的让我想到那个阴天呢。这首歌好好听哦，这首歌真的是长大了才知道说他在讲什么，可是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就默默的流下了眼泪。就拉迪卡，我今天是烟嗓，我觉得可以唱一点艾怡良的歌，艾怡良的也是非常非常烟嗓，超好听，我也很喜欢艾怡良的声线。我们李宗盛大师的《阴天》。哦，这首歌词不好唱。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让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
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想念晕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灭，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也许像谁说过的淡得无言，或了应了谁说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看清了你心那一面。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恨情欲里的一点盲点，呼之欲出那么明显。女孩统统讲到一遍，这歌里的细微末节就算都体验，老想真明白，真要好几年。回想那一天喧闹的喜宴，耳边响起的究竟是序曲或完结篇？感情不就是你情我愿，最好爱恨扯平，两不相欠。感情说穿了，一人挣脱的，一人去捡。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香烟晕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你们等我一下哦，我们这一次这个城市有更新，然后我现在想踹它一些。其实我也不晓得它有一些功能哦，有了，它开始会拉远拉近，刚刚没有嘛，对不对？你们等我一下哦。Audios， 看一下这个 Audios 有没有抓到我的麦克风，好像也没有。好 ，Hello， 午安。好，我看一下他会不会帮我拉远拉近，目前很像会了，对不对？很像稍微会了。OK， 目前先这样子看看，然后其实这个还蛮随机的啦。对，今天就是结束之后再来观察一下回放。对，踹他，踹看这样子，踹他。OK， 然后有拉远拉近的哦。OK， 好，就先这样子，暂时这样。好，接下来，我们非常
非常厉害的日本歌手宇多田光，前阵子的 The First Tak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真的是重现他的经典作品，超级超级好听。最後のキスはタバコのペーブがした苦くで切ない香り明日の今頃にはあなたはどこにいるんだろう誰を思ってるんだろう You are always gonna be my love いつか誰かとまだ恋に落ちても I remember to love You taught me how You are always gonna be the one 今はまた悲しいラブソング新しい歌歌えるまで为什么他 focus 在胸部为什么你帮我抓？不需要计数 Z 哦。立ち止まる時間が動き出そうとしてる忘れたくないことばかり明日の今頃には私はきっと泣いているあなたを思ってるんだろう Yeah, yeah, yeah You will always be inside my heart いつもあなただけの場所があるから I hope that I have a place in you how to Now and forever you're still the one 今はまた悲しいラブソング新しい歌歌えるまでYou are always gonna be the one いつか誰かとまた恋に落ちても I remember to love You taught me how You are always gonna be the one また悲しいラブソング yeah Now and forever 哦不，你知道唱这首歌憋笑多难过吗？我看一下，对，为什么跑到奇怪的地方去了？好像是连其他实况主都会。你们看过什么？等一下，不是，不要，我不要他对焦到奇怪的地方了。等一下哦，我看一下该怎么办。好，我现在就这样子就赢了，这样他应该就不会对焦到奇怪的地方去，对不对？不是，为什么他还是要对焦到奇怪的地？哦，我不需要对焦到那边。哦，等一下，你很奇怪，你为什么要对焦到那边？我不需要，不需要这里。等一下，我应该怎么去
聚焦到乖乖的，不要对焦到奇怪的地方。不需要呢，我不，我换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看他会不会乖乖的，就不要对焦到那个奇怪的地方。我很爱我老婆，即使你这样电我，我还是很爱我老婆的。手机没电。好，我们先这样子，对。奇怪，为什么都要 take 奇怪的地方？不需要。给摄影师一个鸡腿，然后继续对焦奇怪的75C， 这样吗？好，我今天的步调稍微有放的比较柔软啊，对，因为我感觉又是我另外一波病毒。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用烟嗓唱一下这首歌看看。我们用烟嗓展现一下烟嗓的雕。我来展现一下烟嗓的雕，看看是什么样的一只雕，大雕。我们烟嗓的雕感觉就是非常有江湖气味，飞过各个城市，自由的雕。雕就在西藏的某个地方，秃鹫一样栖息在山顶上。雕大昭寺门前铺满阳光，打一壶甜茶，我们聊着过往。自由的雕，飞翔吧！野味开始狩猎了，你各位。你总把自己打扮得像男孩子一样，可比格桑还顽强。雕，虚伪的人有千百种笑，你何时下山？记得带上卓玛刀，灰色帽檐下凹陷的脸颊，你很少说话，简单的回答，明天在哪里？谁会在意你？即使都在路上。接受放逐困惑，自由就像风一样吹过坎坷不平的路途，慢慢的脚步婆娑，慢慢的足迹斑驳，或者连一丝痕迹都不留在这里。可我还是不会因为痛就放弃希望，受过的伤长成疤，开出无比美丽的花，受过的伤长成疤，开出无比美丽的花。雕，明天是否能吃顿饱饭？你习惯孤独是一种信仰。雕，不会被现实磨平棱角，你不是这世界的人啊，没必要在乎真相。
数不尽的车站，甘于平凡却不甘平凡的溃败。你是阿刁，你是自由的鸟。命运多舛，痴迷淡然，挥别了青春，数不尽的车站，甘于平凡却不甘平凡的溃败。你是阿刁。阿刁，爱情是离悲伤的种子，你是一棵树，你永远都不会哭。谢谢大家，今天是一只烟嗓的雕，但是依旧为什么还是聚焦在奇怪的地方？我刚刚想说我要唱阿刁，我要聚精会神，为什么又是哦？不可以，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你坏，你怎么了？你学坏了？更新之后你怎么不乖乖的聚焦在我的脸上？难道我的75C 比较没有魅力吗？你应该聚焦在我的脸上，你怎么了？怎么可以这么坏？我们应该怎么样让它聚焦在我的脸上？等一下，太坏了，不可以聚焦在那边啊！75C 很棒，等一下哦。阿崔嘟嘟嘟嘟5080是什么东西？摄影师加1个月年终，调电脑的。等一下，不是，稍选应该没有办法，连这个都有办法指定啊！这才是太迷幻了。为什么他就只 focus 在我的那里？不行，我要让他没有办法 focus 在我的这里。我要这样我就赢了吧？这样他就对不到我的那边了。对，现在这样子你们看得到我的脸，就是要 focus 在我非常漂亮的脸，这样才对。因为调电脑的是扫雪，所以会 focus 在我那个地方，这个真的超好笑。对，我觉得应该是要重新设定坐标，没有关系，我今天结束过后我再来重新设定一下。太坏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好，那么接下来我其实今天想开那个风色幻想的主题曲来唱可是我今天的状况，我觉得应该没有办法唱得很好听烟嗓的风色幻想插入曲没有不能唱啦，只是会变得很烟嗓。好说到这个风色幻想的插入曲叫什么名字？我到现在对它叫做什么名字？风色幻想的插入曲那首歌叫，对耶，它叫什么名字？我看一下，你们等我一下哦。赤红的蔷薇嘛，好 OK。差点忘了那首歌，悠悠要高，等一下，
有吧？我们真的有悠悠药膏这个东西啊。不过这首歌我需要，哇，今天的状况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唱，但试看看吧。我看一下哈。好，我可能把歌词叫出来。对，因为离录音有一段时间了。我要找大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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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熊。我要找大熊的讯息，然后把歌词开出来。你们等我一下哦。我只记得花がしぼんで落ちる大切な人はもういない茨の季節が生まれさあ眠れよ少女好了，我唱都已经唱到一半了。優しい花消え去ってゆく絶望から生まれたつぼみがここで生きて咲くよ。整首都唱完了，等一下，我还没找到歌词，可是我还是要对一下歌词啦，等我一下。大熊，大熊，我在找我们的风色幻想的那个歌词。对，但是此大熊应该非彼大熊，没事的，这位大熊没事，不好意思把你 Q 出来。等一下哦，此大熊应该非彼大熊。等一下，歌词啊，ありました。あったよ。而且最近的那个，听说新冠很像病情又稍微又升温了吼，所以大家稍微的照顾一下自己的可能周遭的一些，可能环境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毕竟还是要上班，还是要可能通勤啊什么的没办法，但至少照顾一下自己手上的清洁，还有自己的什么翠安是啥会口罩 mask 吼，所以基本上能够照顾自己的部分，就是可能口鼻的部分尽量口罩也是戴着，然后手的部分常消毒常洗手。对啊，我觉得能够防护就尽量防护吧。要不然真的是一旦感冒真的是超级辛苦的。像我就是2个礼拜前完全没声音，然后到现在差不多感觉要复原不复原的。超级辛苦，痛苦啊，知不？痛苦痛苦。很多人急着打疫苗吼，好啦，去打也好啦，对，也好，总之就是好好的照顾自己。好，来 ，Level 伊拉塞，然后小胖伊拉塞，欢迎来到今天的烟嗓迪卡台哈。疑问啊，2019年的新冠肺炎，请问他还新吗？其实我觉得他不新了。对，他一点都不新，所以我们把它变成旧冠肺炎好了。旧冠肺炎。好，来吧，我找到歌词了，我们try看看。我们可以不用try一次，我们可以try好多次嘛，这首歌，对不对？等我一下。好，来试看看吧。没错，旧冠肺炎。花がしぼんで落ちる大切な人はもういない茨の季
激が生まれさあ眠れよ少女人小人个人常有君临秋飞優しい花が消え去ってゆく絶望から生まれたつぼみがここで生きて咲くよ人生人的人常有君临秋飞赤い手で奏るまでな光の茨のの今女ここで生きて叫べ赤いバラの中からあなたなめばえがそこでどうでも強くて希望のつぼみ咲くよ谢谢大家，刚才一度忘词的烟嗓朱迪卡028伊拉塞哦，今天当做让我小小的练习一下。对，我之前上面有开过来唱过，因为大概其实上个月开始，妈妈就不断的就是感觉像是新冠的疫情啊，就是感觉她又中了，哎呀，然后到2个礼拜前，我自己这边喉咙也是非常非常拉警报，到今天慢慢复原中。等到之后，其实我们就多练习几次，等到之后我的喉咙100%复原的时候，到时候这首歌比较不会有烟嗓的感觉了。对，这个称我啊还好啦，这个其实基本上也就烟嗓。哎呦，只是会觉得说还是会想要试看看欸。对，虽然说是烟嗓的部分，反正我们不会只唱这一次啊。至于伊拉塞，好，我们不会只唱这一次。好，然后接下来我们一样找一些比较可以烟嗓表现的歌曲，看一下。你们怎么跟我想的一样？可是这样会画风突变呢，这样子，我们今天的氛围这么的漂亮，对不对？我们今天是氛围这么漂亮，扛秋榜不是不行呢，很适合烟嗓。好啦，扛秋榜。我原本想说是哪一些吉他伴奏可以继续下去，既然你们都扛秋榜了，我们来试看看烟嗓的扛秋榜。
那就画风突变一下吧，康丘帮。让我们烟赏加词哦。为你啊的形影，要来消受你牵挂，是啥人听分散，情无结局就变卦。分世间爱情啊，空笑望一场风声，梦醒来只有我，命是伤。你看破，没事。为你啊的形影，要来消受你牵挂，是啥人听分散？情无结局就变卦，分世间爱情啊，空笑望一场风声，梦醒来只有我，命是小无去看破。分世间爱情啊，空笑望一场风声，梦醒来只有我，命是小无去看破，命是小无去看破。对啊，我今天演唱的是黄忠平的版本，不是啦，我刚刚突然，因为我一直很在意说他会不会又 focus 在奇怪的地方嘛，然后我刚刚回头看，然后虽然说我的75C 已经被我截下去了，可是他就是你知道吗？就他像换 focus 在我的主角麦克风，我刚刚就觉得你为什么都不对焦正确的地方？为什么一定要对焦这么奇怪的地方？讨厌讨厌呐！坏坏，他们坏坏，他都乱对焦，对不对？你们等我一下，都乱对焦啊！
等一下哦，很像。好，等我一下哦。他肚子饿了，他想吃猪脚。他 GJ。好，现在这样的状况，我看一下，有红红的哎，对到牙齿。我之前怎么调的，我自己也忘记了。对啊，好，暂时就是继续先这样。对到牙齿也超坏的。今天的摄影师不专业，今天的摄影师是谁请来的？好，来，我们继续吧。接下来，我们来慈母悲哀一下。祭掉我的烟嗓喉咙，悲哀一个，悲哀，真悲哀，我的烟嗓需要悲哀一下呢。一个人踮做来，西北雨阿东偷我的衫，外口的人也袂转来，戆戆的等，戆戆也一支雨伞，为你规若摆困袂去，全世界找袂着你的形影，凡世会当甲你放下，其实路命换来拢无要无紧。不要关掉才对。等这几暝看电话消息，我等这等待拍无去的人，听厝内的声，声声伫咧吼。我洗来洗去，思念火烧房间，花开的花无要转来的人，美丽的你，也想着你去当时也怪你的记影，路边的话。跨过落雨纷飞，时代在变，我孤单我一个人，问天也毋捌，手内啥物拢无，这阵我要予你的爱，有花有目的人，煞会落不明。甲你的记忆啊，藏伫我的心内，骑你的白马啊，行你要行的路，风吹来花落土中，一丛香气球，南无观世音菩萨那尊公，你选着一出美，叫你敢会看，搁山路来头前去绝歹行的路，梦中的我。看你斗我行，牵你的梦，会有一天咱做伙回去迄个所在。我捡起的爱，甲你捡起的心，伫这黑暗时代是有缘无分，写袂了的话，甲讲袂煞的话。引开袂完的情，看
荡起老空，雨微微的落，天微微的光，看你微微的笑，后世人再会。再会咯，再会。子孙有友好无？有代代出讲完无？不是，一叶知秋晕了吗？没事的，我们三哥前阵子才因为耳石剥落，找不到原因的晕眩。没事的，一叶知秋，我们去看个医生，搞不好你也是耳石剥落啊，好不好？耳石剥落真的要小心啦，如果不知名的晕眩，可能必须要去看一下耳石是不是真的剥落了。谢谢大家，大家都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我今天是烟嗓唱歌，对，但即使烟嗓还是很想大家，不好意思让你们忍受我的烟嗓哦。大火来了，快跑！我觉得蛮熊大帝先生其实已经差不多要融入我们面线族群了，也很会讲干话，没拜哦，没拜。来，虽然说是烟嗓啦，就真的是辛苦大家听我今天的烟嗓。三哥我知道，没事的，你的耳石已经恢复了，不需要再晕了，好吗？来，接下来，花若是日记，随人去。这首歌献给大家。这首歌应该也蛮适合用烟嗓唱的，我们试看看。其实今天是烟嗓歌会哈。花若日记，随人去，搁开间。无共时，叶若落土随不去，果花已经无共味。你不知阮心意，为着心应等春天，愿青春空枉费，白白苦守变孤寂。红花无香味，芳花也无红样时。一见大家双头天，望你知影，阮心意，愿将魂飘交予你。世间冷暖，真为贵。寒冬也会变春天。阮你不知，阮心意，为着心应等春天，愿青春空枉费，
白白久想变孤见。红花无香味，红花也无红样式，一见大家双头天。望你知影，阮心意，我将分票交予你。世间冷暖，真为贵，寒冬也会变春天。望你知影，阮心意，我将分票交予你。世间冷暖，真为贵，寒冬也会变春天，寒冬也会变春天。伟成一大赛，这不是我们最硬的阿义师吗？你总算来了。今天大家都被我笑白白的、冰冰的、软软的，因为阿义师不在这里，你们不硬起来怎么办？于是阿义师现在出现了。我刚唱到一半，我又想到牛妈说这部电脑非雪装的，所以他就对这有什么因才会种下什么果，我真的觉得是超靠北超好笑的，你知道吗？你要想一下这部电脑谁煮的，谁调整的，其实超好笑的，你知道吗？可以不要这样子吗？我们像这首歌需要一点气氛。想到刚刚那个桥段子真的还蛮好笑的，你知道吗？你要不要想一下这个电脑是谁调整的？哦对哦，所以他 focus 在那个地方。怎样啊？怎样呢？你们怎样？奇怪呢，要不然你要怎样？哦，快笑死了！怎样啦，玲玲学长？怎样啦，长官？怎样啦？我这里天快要亮了，啊，不然你要怎样啦？我这里天气凉凉了，啊，又怎样啊？说啊！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懂事了，我又开始写日记了。啊，不然你要怎样啦？好笑。我这里天快要亮了，那里呢？我这里天气很炎了，那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我不要习题，我不要蕾蕾学长，我不要，不要，不要！
要不要，谁不玩？不要，不需要。我这里天快要亮了，那里呢？我这里天气很炎热，那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那里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怎么了？金汉堂万年蛋糕怎么了？不行吗？怎么了？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我不会原谅。我怎么原谅？谢谢大家。这时候就你是在大声什么啦？玲玲学长，我也不要啦，我不要，不是为什么我又有习题了？我今天明明就很乖。玲玲学长，你要不要看一下昨天520他们对我做了什么？自然以来赛，欢迎芮玲，今天猪猪的演嗓歌回，对主播的台语跟国语都唱得好听吗？啊，谢谢耶，知秋先生，非常感谢你的莅临。我以为你要跟我讲说台语跟国语一样好，对我原本想说不让我台语别练灯啊。对啊，谢谢你，谢谢。对，戴佩妮表示很无辜，戴佩妮表示佑我这样子。猪猪，等一下我看一下啊，猪猪刚刚很，我没有，没有啦，刚刚那个就是被盗账号而已啦。傲虎与那赛第一次听到真唱没有笑场的版本吗？你是说傲虎？傲虎，你是说怎样没有笑场的版本吗？我真的吗？我的怎样这首歌常常笑场吗？刚刚那个是直接开的扫到很多人，不是，我刚刚那个就不过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对，刚刚就是不晓得是那个谁为了我雄心豹子胆，就一口就这样没了。原唱有这一段吗？原唱怎样啦？你是在大声什么啦？我不知道佩妮有没有这一段啦，你们可以去问看看原唱哦。我真的觉得郑元畅在本频道真的是很忙郑元畅，遥想当年，我笑想我要超越原唱卡甲原唱，对，至今我不晓得超越了没，对，但是今天应该超越不了，对，因为今天是演嗓，应该今天基本上没有办法超越卡甲的原唱，原唱超忙的。我刚想到一件事情，水灵宝贝，我先把那个赤いバラの頭红色幻想的这个插入曲，这个赤いバラ赤红的蔷薇，对，原文应该是赤いバラ的伴奏呢，我先丢给水灵宝贝，请水灵宝贝帮我上传，然后再麻烦你呢，水灵宝贝，我先丢给你哈。这个也感谢我们游戏新干线以及我们高雄之冠替
猪猪录制的这首歌。今天烟嗓演唱，对，但是你们以为我会放弃吗？不会啊，我要继续让你们听烟嗓的刺色蔷薇。怎样？咬我啊！对不起，我今天反复被盗账号，我不知道怎么了。对，我不知道怎么了，你们救我！怎么了？为什么一直被盗账号？我今天怎么被盗账号？你知道何其无辜吗？不要用我的账号玩，可以吗？我又有收不完的拼图跟习题了。李林兄在线上，不要这样子盗我账号。所以宝贝，麻烦你了。阿月饼，您不是在工作吗？想到的事情，水灵该加班。不好意思，水灵宝贝，有空再弄就好了。等一下，16页不要咬，你咬的不是水灵，是我们家的团宠彩彩啊！会查一下日本有没有？不要，それやめてください。それがいらないわ。それがやめてくれ。やめろ。日本的数学题，それがわからない。読んでもわからないわ。わかる？読んでもわからない。原本是用烟嗓唱那个镇魂曲啊，我还真的不晓得镇魂曲是哪一首呢？牛妈镇魂曲是哪一首？我要是会，我今天也可以用烟嗓唱我们粉红超跑，你觉得怎么样？但是我今天还希望可以的话，水灵宝贝麻烦你放你是说我是怕水灵宝贝太忙，我觉得歌词你就放在那个资讯栏就可以了，对。我就看资讯栏就可以了，没有关系，好不好？来，我们再次来挑战阿卡伊巴拉努力声萨瓦达拉戴后，这个不是不挑战的问题呢，这个是高几率忘词的问题呢。これはどうすればいい？不是不行呢，但是高几率忘词，你们可以接受吗？高几率忘词的镇魂曲呢？我们好久没唱萝莉神镇魂曲，也想大家唱点点。我们试看看。好啊，我好久没，自从那个 V Stage 演唱会之后，很像就，真的我们来玩一下啦，我们烟嗓限定呢。萨瓦达拉戴后，好，我们烟嗓限定。哪里哪里哪，好烟嗓，可以。哪里哪里哪里卡米多里，卡雷瓦纳纳塞巴多诺கோ里。而且我查到啊，我们那个卡夹这首歌，我们不是有麻烦那个阿胜老师，也是住在高雄的阿胜老师帮我们吹唢呐的部分嘛。我们阿胜老师有吹这首《萝莉神镇魂曲》呢，别拜。好，来，我们来。有一讲不是，有一讲，等一下，不是 ，no 呀，有一讲，ちょっと待って。まだだよ。好，等下，我 setting 一下。烟嗓镇回去，忘词的时候就对，就像的过去这样子。大港起风涌，堂堂地咖啡出卷。我超爱那首歌的啦！我现在的烟嗓可以唱闪灵的歌我很喜欢那首歌啊。那首歌太高了，超赞的烟嗓镇魂曲。然后来，我们致敬一下我们萝莉神镇魂曲。怎么了，关哥哥？我们刚刚三哥在叫你，你没有听到吗？关哥哥，就开关先生说自己是什么开云短，常常开着云短。兄弟，你们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常被你们戳到笑点我常常就觉得说，经营这3年，真的觉得我要是没有上来常跟你们这样风言风语，我跟你讲，我日子真的过不下去。虽然说你们真的很坏，很爱欺负我，可是每次看你们这边风言风语，都觉得太棒了，我不是一个人我果然不是一个人，因为为什么？感觉大家压力都很大，过来上来这边讲干话，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是其中一个。就觉得说这3年真是有你们真好，对，有一个可以放松然后讲干话的地方，对，有你们真好，这样。
值班的午后有迪卡的声音陪伴吗？你确定吗？今天是烟嗓限定迪卡哦，好不好？然后就平跟搂一下，好，三哥很好，很有梗。对，唢呐是真正混曲没错，也是我们高志老师啊。高志老师，我们今天是烟嗓迪卡限定，要不然稍微挑战一下我们烟嗓的萝莉神真混曲，一块哟，みんな。各位臭叔叔们，注意！いくわよ！なになになに神氷鐘を鳴らせばこの通りこれは9歳のレグイエムおせーの触ったら逮捕告知で天下1234ごめんなさいごめんなさいが聞こえない粛清乗り亀でクイエン将来はお前なんかに好かれたくない泥水で口を洗え放っててあおうねさあおまわりさん連れて行ってもうそうしか取り柄のないかわいそうな日ウィちゃうウィちゃう待ってよウィちゃうその姿親に見せられますかウィちゃうウィちゃう来いよわあありがとうお疲れ様ですのりのり神氷キュンマジヤバやつらに用心キュンまともじゃないなら早く消えてくださいのりのりのり神氷キュン鐘を鳴らせばこの通りとても優しくて素敵なお兄ちゃん楽園でほらねんねしなほら世の中にはこんなに気持ち悪い人が缶を張っとっているですみんなそらし上げますよ触ったら逮捕告知で天狗1234ごめんなさいごめんなさいが聞こえない粛清乗り紙でクイーンはい国中の皆ちゃん競馬場ファミリーリンクのお時間ですそのくったきな耳をコリコリかしこんでこよーく聞いてくださいねザコキモキモうるさい食べてもらってもいいですか嫌いですかわいそうダサ弱みっともな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お兄ちゃんお姉ちゃんもう希望もないゴミだおめえら骨物消毒110番雇用結界発動粛清イカビームもう一丁イカビームまだまだイカビーム地鍋が降り注いだ日愚かなロリコンルールスインまで浄化する一筋の光それがティカミーブなのであるティカはすべて許しますこの世の醜さを集めて絵描いてみるよ真っ白なキャンパスかけられて泣いている乗り吹いてみた所長はそっと手を掴む楽園などないから大きなお友達のみんなお前らが落ち込んでいる業務には何の意味があるのねえ教えてよてか全然わからないんだのりのり神氷スキューさよなら笑顔でバイバイキュンピノトナをどうぞこの手で押してあげるのりのりのり神氷スキュー鐘を鳴らせばこの通りとても優しくて素敵なお兄ちゃん楽園でほらねんねしなこれが9歳のレクイエムせーの触ったら逮捕告知で天狗1234ごめんなさいごめんなさいが聞こえない粛清
乗り髪へクイーン。本当に気持ち悪いよ。おめえら、本当に気持ち悪いよ。ダサ、弱、みっともな。気持ち悪い、おめえら。クズ。乗り髪的 QM でした。我自从去年的11月到现在，已经好久没有好好的唱这首歌了。走错台了，你好。不管是不是走错台，如果是初见的话，很开心您的莅临，来到了本频道。今天烟嗓限定萝莉神镇魂曲。我真的我从去年11月之后就完完全全放置这首歌到现在。是妮妮总裁这个的萝莉有烟嗓没有错，我们烟嗓限定萝莉神镇魂曲。各位哥哥们喜不喜欢嘛？各位哥哥姐姐们，今天是烟嗓限定的萝莉神镇魂曲没？喜不喜欢？是不是？听听，笑到外面乘客听到笑声吗？要很坏，对，这是要很坏。妮妮总裁你也看到了，他们都欺负我。我跟你讲，我今天早上偷偷跟妮妮总裁说，你看他们很坏，对不对？他们都欺负我。然后妮妮总裁说，对，妮妮总裁说，对，你们很坏。偷偷跟妮妮总裁私讯，然后说大家很坏，然后妮妮总裁就点头如捣蒜，对，很坏。然后这位Olen 美味しく見える。これが美味しそうに見えるじゃん。おでんさん，但是总觉得这个おでんさん应该不是日本人，对。仓库有笑声，很怕。好啦，烟嗓，今日烟嗓限定萝莉神镇魂曲。これがもしかしたらどうまちゃん。진구와 기민お久しぶりのことでしょう。これは台湾語。わざわざ台湾語を留歴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とまちゃんいらっしゃい。とまちゃんは福岡のお友達かな。とりあえず聞いてくれる。それが嬉しいございますね。我们这个卤肉饭先生是我们一个日本的朋友呢，他在日本的福冈呢，常常会过来跟大家打招呼。你们是无辜的。日本語？たまには日本語喋るよ。私が日本語とか台湾語とか中国語、それが喋るなんですけれども、英語はダメ、全然ダメや。英語は喋れない。怖い。本当に怖い。我时不时这边会穿插日文、台语跟中文呢，可是英文的部分实在是没有办法呢。英文好可怕哦。おでん先生，你是台湾人呢？おでん先生聞い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おでん先生是初见吗？我可以叫你おでん先生吗？おでん我めちゃくちゃ美味しいよ。おでん，还是说你第一次被人家叫おでん？就莫名其妙来到这里听歌，然后被叫おでん。今天是那个感冒的烟嗓的猪猪，希望你们不要嫌弃。这个是萝莉声吗？我不知道这个说平常开台的声音啊。对，只是时不时会穿插一些胸贵音啊。之前我们家面线常会听到我的胸贵音。咚咚咚，台主是日本人。いや、私は日本人じゃないよ。日本人じゃないわ。たまには日本語を喋るだけ。ね。たまには日本語を喋ってるだけ。そして日本人の友達のアクセントを真似することが大好きな、その台湾人のティカでございます。わかりますね。公司会想那首有，我今天还是有稍微唱到英文啦。对，这个萝莉酒多了是什么东西？好啦，萝莉神镇魂曲基本上从去年的 V Stage 演唱会到现在一直放置到现在呢。对，平常是潜水おでん先生，谢谢你今天被萝莉神镇魂曲炸出来了，赚烂了，太好了。平常不是没在开台都在放广告吗？不会的，只是因为刚好碰到我那时候就是可能被妈妈传染新冠，然后那个礼拜基本上没有办法开台，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知道说我们5月28号有非常非常重大的
3D 募资要开启了，然后也感谢就是潜水的大家，还有之前一直看到我的放置play台的大家。对，我有在开台的，只是就是前阵子新冠中奖，然后现在的喉咙复原中这样子。然后 Kenny 说 Do you わからない読めないよ怖い，这是合法罗。等一下，有那很像福寿螺的螺。来，我今天虽然是烟嗓，但是我还是想要再多练习几次我们的阿卡伊巴拉，我们的烟嗓限定呢。来吧。花がしぼんで落ちる大切な人はもういない茨の日。等一下，现在不是萝莉魂，这首歌不是萝莉魂啊，不是，给点机会啊！ちょっと待って、間違ってる。それがこの世界が間違ってるじゃなかった。ちょっと待って、この曲はね、赤いバラじゃないわ。ちょっと待って。等一下，我等一下，赤色蔷薇才对啦，赤色的蔷薇啦。等一下，不好意思，唐突中断了呢，唐突被中断了。赤红的蔷薇啦，赤红的蔷薇，水灵宝贝，赤红的蔷薇哈。もう一度やり直しますね。ごめんなさい，我们再来一次呢。对，因为我要把歌名换掉。好，我们这次要很认真的用烟嗓诠释这首歌了。来，花がしぼんで落ちる大切な人はもういない茨の悲劇が生まれさあ眠れよ少女。人像人跟人常有局面成非優しい花が消え去ってゆく絶望から生まれたつぼみがここで生きて咲くよ。人像人跟人常有局面成非赤いバラから生まれた光の茨の今じょここで生きて叫べ赤いバラの中からあなた涙がそこでとても強くて希望のつぼみ咲く日啊，果然是上不去了。你们可以拉我一把吗？我的烟嗓，哎，
里上不去耶，不愧是新冠带来的烟嗓，真的耶，傻傻哥啊，真的该休息了，天哪！嗨，我是高雄人哦。等你哦，给我几个时间。谢谢你们，不会勉强的，因为到时候等猪猪的喉咙复原之后，这首歌就可以完美的呈现了。阿姆哥呢，今晚这个时阵呢，来过来讲咱工商服的时间哦。那像咱工商服务社会咧，咱咧三不五时就工商服务的时间哦。这个底卡就是大高雄工业国。伫咧住伫咧大高雄工业国已经5000年了，已经5000年了。这摆工商服的物件是啥货咧？咱工商服的物件来就是这啦，是啥货？来，对，不是这什么金汉堂万年软膏，不，咱这金汉堂万年软膏没有业配，没有赞助播出。那么工商服的物件是啥货咧？就是咧，伫卡咧囤足机咧，伫咧后礼拜三暗时8点，开启咧3D 募资的计划咯，来拍声吹来！来，工商服时间就是咧，来工商服来这，来今年度的大计划，咱今年度的大计划3D 募资啦，我们台湾价值也在新兴媒体的肌肉碰撞啊，是安怎是新兴媒体咧？因为咱台湾的长辈图定定出现新兴媒体咯，这个新兴媒体定定有在彩虹呢，所以咱长辈伫咧 sense 呢，真正有够瞎趴，就爱彩虹的，所以呢，咱频道御用美编的伊姆拉妈妈咧，的雕钢用新兴媒体的彩虹呢融合起来，变成了我们新式的这个新兴媒体的台湾价值咯。这个文化端型啊，本频道致力于文化的传承啊，把三不五时就台语的歌曲，来跟你们讨论一下关于什么金汉堂万年软膏嘛出现咯，我们到底还有什么东西不能讨论的，好不好？咱讲的520。那台语的语音包已经甜甜蜜蜜登纲米碟发售了，等下楼下的资讯栏，马上就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什么叫糖干蜜什么忘记了，结果甜甜蜜蜜的520也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本土的金汉堂万年软膏，没有赞助播出呢。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刻意用这个新兴媒体做成我们这一次的标题，我们这一次的 DM，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御用美编牛妈基本上他的专业就是在美编，所以他其实我觉得刻意有把新兴媒体跟彩虹做一个融合。有没有发现他这个东西完全跟长辈图不一样？这就让我觉得我们牛妈最厉害的地方，真的是本频道我们御用美编是我们的骄傲。天蓬娘娘即将交，感觉那个3D 的 D 没有错，我们这个3D 特别的大，比 75C 还大，好不好？对，然后谢谢你们今天特别过来猪猪的频道，然后这个工商服务时间是一定要有的呢，对啊，然后虽然说今天可能是烟嗓的部分比较没有办法好好的跟大家用比较清亮的声音去聊天或者是唱歌，对，但是我觉得基本上开台也是一个记录呢，对，就是除了昨天我们的520记录下了非常本土的520之外，对，那今天也记录下猪猪用很多的烟嗓，对，唱出了很多不一样的歌曲。等到猪猪喉咙好的那一天，欢迎大家再补档我们今天521的烟嗓，你们就知道那个差别了。今天真的是超级烟嗓，对，超级烟嗓。然后，谢谢粉圆欸。可以帮迪卡做小道具吗？你要帮我做什么小道具，粉圆？我们有什么小道具可以做吗？在我们3D 募资计划的时候，对，只是我最近就是其实今天其实也是努力在跟大宝老师在收尾一些东西呢。对，我们到现在还在线上收尾，真的是很多东西忙不完。对，然后但是也很谢谢，就是最近有密集在通知说我们有这个3D 募资计划即将举办在我们的可能下个礼拜3晚上。
然后 B 朋朋们真的都很帮忙，然后想要愿意就是可能自主过来参加或者是自主过来降落的，真的都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我没有在抽烟啦，我说八郎先生，我就最讨厌烟味了。对，但是新冠留给我的这个烟嗓呢，我今天就一定要把它好好的记录下来。万灵暖糕3D 版，中间黑黑的是中间什么黑黑的是谁？中间黑黑的就是剪影啊，中间黑黑的是剪影好吗？对，所以基本上这个剪影的部分，等到我们5月28号晚上就会公开让大家知道说我们这次剪影的造型是什么了。对，但是其实之前我们把这个剪影开起来的时候，已经有一些观众大概有猜出来说大概啦，就是我头上顶的那一罐是什么东西，那一罐顶的那一罐。对，本源金万堂万宁暖糕，这是我们520最大的惊喜。对，那个是海苔，不是牛吗？对，那个是海苔齁，好，很好吃。然后对，然后其实就超紧张的啦，超级紧张，希望可以顺顺利利，因为我们其实能做的努力都做了，所以只能说就是尽能事听天命了啦。对，真的是尽能事听天命。然后其实我在这一次的募资计划也是有稍微跟神明们稍微报备一下，然后很多事情想跟你们分享但是总觉得等到我们之后募资到一个段落，觉得可以分享的时候再跟你们分享。对啊，那罐是香港跑计划，你们还在继续卖药，我的天哪！真不愧是你们，还有办法继续卖药 ，Oh my god！ 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感觉今天的感冒有迎来不知道是第2波的什么，但是不用担心，我这边也是会多多休息的。希望可以快快让喉咙好起来，还可以多唱一些好听的歌给大家听。猪猪就忍住不讲，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的未知嘛，对啊，所以是倾向于就是我们先好好的把这个募资好好的开启，接下来再看怎么样。对啊，到时候可以分享的时候，猪猪一定会跟你们聊个3天3夜啦，这个倒是不用担心。有3个，康水煎该其实现在也有3个，你太了解以前的保健食品跟那个药了啦，你是不是其实就是经销商？你其实就是经销商吧？好，那我们今天也差不多要让喉咙休息了你等我一下。然后白沙屯妈祖对已经绕境完啦，游庄的部分也结束了。对，然后接下来因为是很重要的3D 募资要开启，所以我尽可能的就是还是会密集的开台啦，就是即使今天可能感冒然后声音变烟嗓，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维持一个开台量，毕竟我们的大计划要开始准备要进行了。对好，谢谢 Map 上。会的，我自己这边其实努力的在维持可能工作跟身体的平衡，对，然后就没事的，对，就是其实一切都很 OK， 只是今天就是烟嗓，早上稍微拉肚子。开关先生，你刚停好车，你去哪里？开关先生，你去哪里？美根道什么的？你说白沙屯妈祖吗？白沙屯妈祖我们可能要接下来要再进香，可能要到明年了。对，谢谢你们，我是卡利萨妈，感谢大家。然后我想说的是，我们这群兄弟啊，真的都是猪猪的骄傲。虽然说皮的要死，常常就是爱臭我，对，可是在这条路上真的受到大家很多的照顾，对，
然后这次的计划其实我觉得我跟大宝老师其实都简单来讲就是不晓得会不会成功啦，但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做足准备，然后即使真的没成功或者是不如预期好了，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做好该做的努力。我觉得我跟大宝老师的个性应该就是会真的是努力到最后一刻吧，因为我们两个其实还蛮有那种改病的就是可能今天我们那个その締め切りは来週の5月28日の夜8時まで就是例如说我们今天截止日是5月28号晚上8点，我们要交出一个report，我们要交出一个报告好了我们可能会在就是28号当天晚上8点以前疯狂在努力修改一些东西呢，就是在精益求精一些东西我就知道大宝老师偷偷在挂台，我没有在骂你啦，我说我们，不是说你，是说我们，好不好？可是我觉得其实这个没有不好，而是说就是你的伙伴如果今天有同样的共识，同样的改病的话，我跟你讲 lucky 懂吗？因为改病会了解改病在想什么，不会那种又要赶烦呢怎样的，有些伙伴就是没有办法接受说这都一改再改了，干嘛再改？对，但是改病对于一个画图社畜而言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我记得跟前编辑的改病连续改了1个礼拜，就是说交出去的稿子，我们的截稿日其实已经过了1个礼拜还在改呢，就是到底是多爱改到底是多爱改等一下开山帝君巡逻吗？好，谢谢我们这个开云短帝君从今而后你就是要开云短帝君然后200以来赛，我们这边有5000老师也有200呢。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团队上的默契，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子精益求精或者是追求完美的话，很多作品其实没有办法更精致的呈现吧。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那个魔鬼藏在细节里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对，时间不够了，对，不够了，但是还是继续改这个也是我就是跟大宝老师配合合作到现在真的觉得不愧是常常入围金曲奖的老师呢。这所谓的职人真的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不会轻易妥协，嘿，这个真的就是不会轻易妥协呢。簡単に妥協するはことはないね。妥協かな？妥協的日文我记得是妥協する。我看一下哦，妥协，我记得妥協するかな？妥協、そう。でもちょっと意味がわからないね。これが意味違う？妥協。でも意味が違うのかな？同じのかな？妥協するの意味は何なんでしょう？だよね。譲れる？情報。一歩も情報しない。そう。同じ意味。应该是同样的意思呢。妥協する。就是不会轻易的妥协呢，因为我们还希望可以再更好之类的那种感觉吧。115，谢谢，没事，今天是演赏，但是我还是要努力开台宣传我们的3D 计划。关二哥，请借我您的赤兔马。对关哥哥，你总算来了，我们的三哥盼您盼的好苦啊，盼您盼了一整个下午，您总算出现了。对，他的腿今天又被我打断了，为什么？那昨天的那金汉堂万宁暖糕，始作俑者就是他今天腿必须再断一次。董竹在说什么？哥觉得改病挺可爱的，改病是从那个大宝老师那边过来的。我第一次听到改病，我也觉得超可爱。关注的点不一样，简称怪人，怎么会是怪人？这个不是呢。
这个不是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就是所谓的职人啊，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匠人精神、职人精神，永远不妥协呢，不轻易妥协啊。所以，在5月28晚上8点以前，我们应该会改到可能7点半，然后才罢休吧。我在想，我在想啦，大家会改到7点半才罢休。他说：“哦，不能改了，要上的，好，不改了。”我在想，等一下，你们那个值可以帮我选字一下吗？你的坐骑是关哥哥说他的坐骑是赤棉马。三哥啊，你要注意啊，他那个是假的赤兔马，是赤棉马。等一下，好兄弟，我就最喜欢你们各种梗各式各样的梗对，谢谢你们包办了我一整个下午的快乐，然后好，谢谢水灵宝贝帮我们上传的那个赤色的蔷薇的伴奏了呢。我跟你讲啦，林州嘛簡単に妥協することはないね。わかる？林州嘛簡単に妥協することはないだから、またチャレンジするよ。赤いバラ待ってるわ。林州嘛也是不会轻易妥协的个性呢。今天那个上不去的我会让你上去，还上上下下。赤色蔷薇，等我会让你上上下下。这就是万物皆可腐，你知道？OK， 今天我们的烟嗓可能赤色蔷薇的后面不让我上去，但是我跟你们说，什么叫霸王硬上钩？知道意思了吗？在外意思啦哈，下次我会上去，交给我。等一下，所以是异度嘛？异棉，等一下。异棉马，等一下，不是赤兔马，是等等我整理一下，我们二爷是赤兔马，但是我们关哥哥，我们的开云短帝君骑的是异棉马，太棒了，对，都断了一截，等一下。我常会背，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吃这一套，我就超喜欢这些梗的，你知道吗？等一下嘛，你没看，怎么就怎样啊？等一下，开关先生，你说怎样？哪个字都没打错的？你记得？等一下，我的天哪，我要疯掉了！赤红的蔷薇，对呀，精明干练就是精明干练。就是我本尊的融合体啊！终于发现，之前有透露过你的，我不知道，我们开云短帝君有透露过你的坐骑名称，我忘记了。等一下，我的 echo 应该要关掉了，我现在才关掉 echo。有，我现在关掉 echo， 对不对？你们应该有感觉到了。受不了台湾，再多。所以说我受不了台湾人一点了，再多一点吧。等一下，阿月比先生，阿月比先生说的那个是什么？我受不了台湾人一点了，再多什么わからない。一棉鸟又是什么啦？珠帘。什么？阿义是的什么？我没有看到，我回去追一下聊天室。等一下，阿义师的什么？我没有看到阿义师的什么啊？什么？等一下，什么？阿义师说了什么？等一下，一红的
高雄志冠团队不排除提出告诉我，可以易宏的蔷薇。哦，我的天啊，兄弟，不是说真的，兄弟，你们会喜欢这些梗吗？我超喜欢的，怎么回事？易宏的蔷薇哦。好啦，我想联络一下那个游戏新干线的窗口啦，请他马上更名啦，好不好？从今以后，你们这首歌就只能叫易宏的蔷薇，知道吗？我知道了，我今天不是唱的就是那个上不去吗？就是那个烟嗓唱，我今天唱的是易宏的蔷薇，我今天唱的不是赤色，对，我改过来，你们等我一下，我今天唱的是易宏的蔷薇啦。我跟你讲，来，我要怎么改？等一下哦。没错，我今天唱的是易宏的蔷薇，不是赤色蔷薇。等一下，我改一下。啊，我怎么关掉视窗了？等一下。蔷薇也红了。等一下。对，我今天唱的是易宏的蔷薇呢，烟嗓版的上不去版。等一下。好，我今天唱的是易宏的蔷薇，谢谢大家。等到我的喉咙好了，我的新冠好了，我就可以完整诠释赤红的蔷薇了呢。可以。谢谢大家，不愧是我家哥们，对，知道我今天唱的不是赤红的蔷薇，是易红的蔷薇，谢谢大家。完蛋了，我觉得那个大雄可能要私讯我了啊！好啦，谢谢大家。而且为什么我怎么不小心把视窗关掉了？等一下我的视窗呢？我真的视窗不小心关掉了啦，你们等我一下。好，时间来到了4点53分。我真的该休息了。等一下哦。啊，我的视窗怎么被我关掉了？等一下，再一次。赤红的蔷薇，我看你们可以玩到什么时候？等我一下哦。我看一下后台吼。然后没有意外的话，明天下午的2点半哦，一样有跟我们的节目是自在日常，也是自在日常的部分。然后等我一下，我开个后台。然后你们等我一下，对，就是等我一下。好 ，OK。好，然后自在日常的部分呢，我把那个封面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很像已经把待机室做好了。然后看一下吼。自在日常的封面，明天我们要探讨的是，好，这个基本上应该也是很有话聊啦。哦，梦想职业真的这么美吗？表面光鲜亮丽，实际上，其实任何的职业都不美呢。简单来讲啦，
对啊，任何的职业都不美，因为任何的职业都可能成为大家的梦想。可是，一旦牵扯到职业啊，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可能职业倦怠啊、人际关系啊、经济层面的啊、KPI 啊，那些巴家的掺在一起，哇，这个心理素质要很高。Hello， 大猫老师，所以我们一样，明天2点半在我们的公视海水浴场一样会有这个自在日常。等一下，我是不是忘记回复一下有一个工作讯息，你们等我一下。Oh my god， 忘记了，忘得彻底。等一下，天哪，哇，我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因为快5点了。啊，等一下哦。好 ，OK。梦想过劳呢？不过讲到过劳，其实任何的职业都会过劳，对啊，所以并不会因为这个职业是你的梦想就不过劳。对我而言，任何的职业都是存在过劳的，对。然后梦琪拿塞，公司那边是没有办法留言吗？为什么公司那边3哥没有办法留言？因为你断腿了吗？好了，开玩笑。为什么公司那边3哥没有办法留言？对啊，为什么这样也太迷幻了？没有办法留言的状况是怎么样？好，按赞了吗？好，请按赞。我觉得梦琪很可爱，通常就是说我要报警咯。对，我手上要去拿电话了，我要报警咯。然后梦琪的口气很像是我按赞咯，威胁语气，我按赞咯，那种感觉。哦，被留言会被吃掉。ID 不缺德的3哥为什么会被锁？3哥，你对公司做了什么？你是不是对公司做了什么？就单单聊天室不会出现，你被人家封锁了吗？因为你随便推广跌打损伤的药的关系吗？啊，比较负面的字是因为缺的关系吗？缺德吗？3哥的缺德被挡了。好，不然3哥你明天改成有德的3哥，有德的3哥看看呢？不对啊，但是你没有德啊。好，无德好了，无德的3哥看能不能好不好？无德的3哥，我们把缺拿掉，变成无德的3哥，变成面线的3哥，变成卖药的3哥，变成断腿的3哥好了，断腿的3哥，就这样。反正我们这边都有那个开云短地军了，对不对？是，你就名正言顺的变成他的3哥吧，他的3弟不是很好吗？对，无德的3哥。好，先尝试看看啊，没关系，基本上可以先尝试看看，好不好？好，所以明天我们基本上就自在日常见了。然后礼拜5呢，基本上这只猪也是安排歌回，对，然后我一样会试我自己的喉咙状况，对，希望我们那天呢，一红的蔷薇，我们可以正式把它呈现成4红的蔷薇。好，我们期待那一天，看我的喉咙什么时候跟上来啊！看我的喉咙什么时候给它霸王硬上攻上去。好，谢谢你们。无德，搞不好 YT 可以接受无德，不能接受缺德啊，这个可能就要try看看啊。明明没有办法跟台面公司要盘点，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对大家一样，就是量力而为。哦 ，OK 的深安呢，然后我看一下这个时间。好，我们时间来到了5点，来，今天呢，我看一下哦。好，今天我们稍微的先降落到 Nipi 那边去，因为今天 Nipi 有
他的2周年的新衣装，然后虽然说是晚上，我记得很像是8、9点的活动，不过我们可以先行过去哈，看一下那批待机室设好了没有。对，猪猪都会被挡了。然后我连桑，谢谢你今天被掐出来。我连桑，对，感谢潜水的我连桑，之后欢迎常常过来猪猪这边一起玩，好不好？让我们接下来等到猪猪喉咙痊愈，我们一起见证我们异红的蔷薇盛开成赤红的蔷薇的那一天。我真的爱死我家面线了，每个都疯子。你想哦，你比吴德改成武德啊，可以耶，成可以试看看。有，我们 Nipi 把待机室做好了。好，那我们就提早先降落过去打扰一下 Nipi 齁。也谢谢你们大家今天陪猪猪唱歌。我其实今天早上很想要，我觉得我的身体应该要休息，对，可是其实我又急着想要试一下我们的新电脑，就是不管是开歌回啊，还是这些系统套进来流不流畅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很急着想要很多事情都踹一下这样子。对，但是还好下午感觉肚子就没有再咕噜咕噜叫了，对，好险，对啊，不幸中的大幸。然后 OK，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庆幸有开台呢。每次上来跟你们疯疯癫癫的，总觉得心情比较踏实。对啊，然后真的挡哦，所以阿月饼你有去试吗？就离开喉咙赶快圈。好的，没有问题。希望我觉得只能慢慢来吧。对啊，然后这部分其实我在想说是不是要去拿中药，不过我会稍微再观察一下。好的，行啊呢，谢谢你们大家。哎咻，我们来切片尾了吼，来切片尾，片尾应该还在了，片尾。对，还在哦，我们一起游大高雄工业国的这个片尾不可以不见哦。那猪猪没得踹耶，没关系啊，可以踹。要踹是吗？我们今年10月份的 V Stage 演唱会，那小度会掉啦。啊，您走嘛给底吼，10月很快就到咯。好，我会多多休息的。好，就先这样子，谢谢大家。然后明天志在日常见。然后礼拜5，希望喉咙状况稍微再恢复一些。马克先生呢，你来了哦。好，那我就先行降落到Nipi那边。感谢今天陪伴猪猪唱歌，度过了一个烟嗓的下午呢。烟嗓，但是我觉得也是难得可以记录下来呢，这个烟嗓的直播档。お疲れ様。好，那我们即将降落到Nipi的配信哦。それでは間もなくNipiちゃんの配信じゃなくてワーク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即将降落到Nipi的频道咯。今天晚上9点，Nipi的2周年新衣装即将展开，欢迎大家可以持续停留在Nipi的待机室，等待9点开场哦。お疲れ様，そしてまた明日，明天见哦。然后谢谢猪猪陪伴，务必好好休息。会的，别忘了我还想好好休息。霸王硬上钩，他那朵赤红的蔷薇啊！大家拜拜，汉迪谢谢，拜拜喽，拜拜。